好啦，2019年 DSE Paper 2嘅第13條啦，咁呢個就係一個同聯變有關係嘅一條題目。咁首先你見到佢嘅意思係隨住個 x 嘅平方正變，且隨住 y 嘅平方跟反變啊。咁有啲同學仔可能就會撈亂咗一部分同埋一部分啦，就唔使 K1 K2嘅。咁呢個係且啦，就直接將呢兩樣嘢乘埋一齊啦。咁所以就會有2z等於 kx 嘅2次，但係呢個係 y 嘅平方根啊嘛，反變即係變咗除啦，所以就除翻根號 y 啦。咁因為呢條係 multiple choice 啊，即係多項選擇題啦，其實你唔使用翻paper 1嘅做法嘅，我直接設我哋嘅 k 等於 x 等於 y 等於1，呢條萬能嘅，咁樣直接攞嚟做就得㗎啦。咁你見其實 x 減少咗40%，咁啊即係新嘅 x 就會等於1減40%啦。再乘翻個1啊嘛，咪就係等於0.6咯。咁而家新嘅 y 咧，其實就會等於增加咗44%，咁就係1加44%，再乘翻個1啦，就會等於1.44。咁所以我而家就可以計出嘅新嘅意思係幾多啦？因為我哋呢邊個 k 係1啊嘛，咁所以而家直接就咁轉做1，跟住再乘翻 x 嘅2次，新 x 咧就係0.6嘅2次啦，再除翻新嘅 y 就係1.44嘅開根號。咁撳班機咧，其實就會等於就會得到0.3啦。咁新嘅意識其實得翻0.3喎。咁原本個意識叫1啊嘛，原本個意識都叫1啊嘛。咁所以個轉變咪用新嘅減舊嘅，新嘅即係0.3，舊嘅即係1，再除翻舊嘅，再乘翻100%，咁就會係-70%啦。咁所以答案就會係 A 啦。